真的是过够了。到塞外去骑马打猎，逍遥自在，确实很开心的。阿朱，以后我去了塞外，你会不会来看我呀？你骑马打猎，我给你牧牛放羊。你跟我去塞外，骑马打猎、牧牛放羊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永不后悔。阿朱，我还有件心事。我知道，咱们去信阳找马夫人康妮，这是咱们最后可以找的人了。对，不管他说也好，不说也好，我只问他一句，问完了，咱们就去塞外骑马打猎，永不回来。你是大英雄大丈夫，不能向他逼供，而我是个小丫头，我去骗他就没什么了。你去骗他？你怎么去骗他？我想假扮一个人，骗马夫人说出带头大哥来。哎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的易容术这么高明，用在这件事上再好不过了。你想假扮成谁呀？那就要问你了，看看谁和她丈夫生前关系最好。和马大元关系好的有全冠清、陈长老，还有执法长老白世静。陈长老布袋里又是毒蛇又是蝎子，我可不敢带这些。全冠清，这个人我可不太喜欢。还是白世静好，在聚贤庄的时候，他特别听你的话，一直在保护我。我觉得学他应该比较容易。哎，那我呢？好了，你看。啊，阿朱，你怎么把我变成独眼龙了？独眼龙好啊，独眼龙别人就认不出来了。哎，别动别动。好了，现在你去城里找丐帮弟子聚集的地方，散布白世静要来信阳的消息。好，弟子遵命。我走了。小心点儿。哎。这就是马大元家了。哦，阿朱，为什么要等到天色变暗才过来呀？天色变暗，易容就不容易看出来了。记住，进屋之后，你能不说话，就千万不要说话啊！哎，听说白长老来了信阳，但光临寒舍，真想不到。在下有一要事要和弟妹商量。
未能及时通报，还请恕罪。白长老大驾光临，有什么就请说吧。徐长老在魏辉城遇害，弟妹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。大家都怀疑是乔峰下的毒手，而且没过几天，赵钱孙谭公谭婆也在魏辉城外被人害死，死于降龙18掌下。紧跟着，铁面判官单家被烧为平地，而且连天台山智光寺的智光老和尚见了乔峰后也圆寂了。这都是乔峰干的。我怀疑乔峰会来加害弟妹，希望弟妹能出去躲避一阵子。我当家的死后，我活着已经多余了。乔峰要是来害我，我正想一死呢。哎，弟妹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，马兄弟大仇未报，哎，你怎么能轻言死呢？你先出去一下，在外面等着我，我有话要跟马夫人说啊。哎呀，你还知道来呀？我确实得到了可靠的讯息，乔峰要来加害于你。你的好意我知道，你还有什么事？我还得到一个重要信息，是和马兄弟被害有关联的。是吗？那天在魏辉城吊唁徐长老的时候，我遇见了赵钱孙，他跟我说，他知道害死马兄弟的人是谁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是正经事儿，我怎么会开玩笑呢？赵钱孙确实是亲口跟我说的，他说杀人凶手不是乔峰，也不是姑苏慕容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这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这不可能！你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！真是的。赵钱孙跟我说啊，说去年8月间。你何必吓我？我怎么会吓你呢？赵钱孙确实是这么说的，可惜啊，他已经死了。他说啊，去年8月间，谭公和谭婆，还有杀死马兄弟的那个凶手，一起在带头大哥家里过节呢。他真是这么说？真是啊。我问他凶手是谁，可是他却不告诉我。那又怎样？赵钱孙说，大家都怀疑乔峰和姑苏慕容是杀害马兄弟的凶手，其实大家都被糊弄了。是啊，只可惜赵钱孙已死，现在你就不知道谁是凶手了。没错，事到如今，我只好去找那个带头大哥了。但是，你不知道带头大哥是谁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弟妹你，带头大哥的身份对别人当然要瞒，免得让乔峰知道白长老是自己人，瞒你就没有必要了。他便是天上月亮这样圆，又这样白。15的月亮是又大又圆呐，可惜，马兄弟看不见了。你爱吃咸的月饼，还是甜的？哎呀，我们做叫花子的，吃月饼哪里还挑剔呢？哎呀，找不到真凶，不能给马兄弟报仇。别说是月饼，就是山珍海味，那吃起来它也没有滋味啊！
白长老全心全意要为大元报仇雪恨，小妮子感激不尽。丐帮弟子数万，哪个不想为马兄弟报仇啊？那位带头大哥地位尊崇，声势浩大，随口一句话便能调动万人，而且他还喜欢庇护朋友。你如果去问他杀大元的人是谁，他多半不会说的。武林中一生能召唤万人的丐帮帮主能，少林弟子遍天下，少林方丈也能。你不用胡猜，往西南方向。西南方。小女子不懂武功，白长老，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功夫。点穴的功夫，少林派的金刚指、河北沧州郑家的夺魄指都是很厉害的。白长老见多识广，怎么这会儿糊涂了？这是大理段氏的一阳指，但是大理段氏是皇族，和中央武林往来很少。那带头大哥一句话调动千军万马，是不是皇帝呀？不是皇帝，是皇帝的弟弟，大理的镇南王段正淳。阿朱，今天大功告成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我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大理段家人多势众，你一个人去报仇。你别为我担心了，我在暗处，他在明处，会有机会的。萧大哥，你千万要小心呐。你就放心吧，我还要跟你一块去关外，骑马打猎，牧牛放羊呢。你怎么了？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。谁呀？我的一个结拜兄弟，叫段誉，是大理人。我们在无锡斗酒的时候，他竟能把酒从手指间逼出来，这种神功内力，我是万万不及的。后来我们要比脚力，他的轻功也不在我之下。那他岂不是个绝顶高手啊？我的这位义弟啊，他说他什么功夫都不会。啊？那段正淳是大理国的镇南王，他的武功岂不是更高了？天下之大，处处卧虎藏龙，武林中的高手实在是太多了。报仇之事，不在于一朝一夕，我们还是想个更好的办法。若论江湖上的规矩和道义，我们可以智取。规矩道义，父母恩师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才不管什么江湖上的规矩和道义。大哥，我曾经听慕容公子谈起天下武功，他说大理段家最厉害的不是一阳指，而叫六脉神剑。我的那位义弟使的就是六脉神剑。慕容公子还说，天下武学不在于会的多，而在于精。说的有道理。他还说，少林派有一门绝学，叫做易筋经。只要谁能够把这部经练通了，再平庸的武功都能化腐朽为神奇。他生平于天下武学都知道一二，就是没见过六脉神剑的剑谱和少林的易筋经。慕容公子能将这两门功夫相提并论，我以为要对付六脉神剑，先从易筋经着手，一定是个好办法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少林寺的易筋经应该藏在菩提院里。少林寺这么多高手，谈何容易啊！阿朱，
那天晚上你夜闯少林寺，会不会？我偷了这部经书，本来呢是要送给我们家公子的，现在送给你了。你可真有办法。你看，这怎么都是梵文呢？这下可糟了，折腾半天偷了一本看不懂的天书。好了，没关系的，有得必有失嘛。再说没有这本经书，也未必报不了仇啊。快去救主公！不要管我！对头来了，快去救主公！这个人忠心护主，是头硬汉子，不过他受了很重的内伤。干嘛呀？这吃饭呢？这位兄弟，你家主公是谁？他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你快去报信儿！主公他在小镜湖，你快去小镜湖去啊！小镜湖。混蛋！谁让你抢我鱼的？这湖里这么多鱼，哪条是你的？都是我的。哼，都是你的，你叫他们答应吗？哼，你这个姑娘！嘿，姑娘，你年纪轻轻，怎么这么狠毒，无端的杀生？我就是喜欢杀生，你不服啊？哼！哎呦！想折断我的鱼竿，哼，没那么容易。哎，大哥，你看呐！哪儿来的野丫头？你才是野丫头！你这个死丫头，你使的什么妖法？用的什么鬼招数啊？你再骂一句，你再骂一句，就我踢死你！你再骂一句，我踢死你！信不信？我踢死你！你这个臭丫头！好，放开我！我踢死你！放开我！我踢死你！让你再骂！哎呀，让你再骂！楚兄弟，还，楚兄弟，怎么回事？主公，这个小姑娘会使妖法。你以为你能解得开吗？哼！你只要服服帖帖的对我说3声“我服了姑娘了”，我就放了你。姑娘，你得罪我楚兄弟，没什么好结果的。结果越坏越好玩哦。嗯。你放开我！你连说3声，我服了先生。
再把我兄弟身上的渔网解开，我就放了你。你得罪了我，没有好结果的。结果越坏越好玩啊！学人家说话，没出息。啊！我服了先生，服了先生，服了先生了！快把渔网解开。这个容易啊。你太狠毒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主公，那姑娘她好像不识水性了。不会的。是的。阿星，阿星，快出来！什么事啊？我不出去。要淹死人了，快出来救人！是不是你淹死了？阿星，你要淹死了，我救；别人要淹死了，我就不救。他是谁呀？你看把你给急的，是不是把你新相好的带到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阿星啊，她是一个小姑娘啊，是我不小心一掌把她打下水的。怎么样？我们得想办法救他。这位兄台有何贵干？在下是受一位叫朱丹真朋友的委托，到这儿来报个信儿。朱丹臣，他是我的护卫，请问是什么信？这个朋友受了点伤，他说有一个大恶人要上门来找你。他的伤势怎么样？他在哪里？我要去救他。是啊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请你们放心，他的伤势并不严重，没有危及到生命。我已经安排他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应该就会过来。多谢。快来，快来！你快来看看这是什么？你看看，你快看看这是。这哪来的？是那个女孩子脖子上戴的，大左肩上，还有你当年画下的记号。你快去看看呐！是你自己的女儿，你不养她，还害死了她。是你自己的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，是你害死了她。你不抚养女儿，你还害死了她。你这个狠心的人，你真是太狠心了。阿柱，你怎么了？你还我女儿啊！我见这位姑娘不幸惨死，心里难过。阿柱，
原来你是吓唬我！小小年纪如此歹毒，我苦命的孩子，你为什么打我的孩子？欺负人了！你自己看吧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叫了。人家打你一下，这是应该的。你拿剧毒暗器对付人家，就应该教训教训。我只是避灵针，又不是最厉害的。哼，最厉害的暗器啊，我还没使出来呢。对，你为什么不用无形粉、逍遥散极乐刺穿心钉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师傅是星宿老怪对吧？星宿老怪，就是那个以化功大法来消人内力的丁春秋吗？阿紫，你怎么会拜星宿老怪为师呢？哎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我是你的父亲。什么？你是我爹？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？你说，你凭什么就成了我爹了？啊？你凭什么？阿朱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？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没什么。这是什么鬼渔网啊？怎么解不开呀？哎，朋友，肖兄弟，肖兄弟，肖兄弟啊，香绝大恩还没有到界，我家主公还好吗？哦，他朱兄弟，主公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启禀主公，属下在青石桥边布下了一阵，能将那4大恶人挡上一阵，但耽搁不了多久。请主公以社稷为重，及早回大理，以免皇上挂念。又是臣子又是皇上的，早回大理。难道他就是啊？请问阁下是大理段家人吗？在下段正淳。你就是大理的镇南王段正淳？正是。姓段的龟儿子，你逃不了了，乖乖的束手待缚。老子瞧在你儿子的份上，说不定便饶了你性命。饶不饶他的性命，还轮不到你岳老三做主。呸！阿朱，你怎么了？我害怕。别怕，有我呢。阿朱，终于找到他了。快放开楚叔叔，大敌当前，别再顽皮了。那我放了他，你讲我什么？你冒犯楚叔叔还没赔罪呢。那你把我扔到湖里，你还没给我赔罪呢。二位，这柔丝遇水就松，不如浸水，不解自开。好。你又来多管闲事！阿紫，多谢这位大侠，多谢大侠相救。这个小女孩实在是太顽皮了，刚才我已经小小的教训她一顿，也算是替这位仁兄出了口气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嘿嘿嘿嘿，真巧啊，你们都在这儿。云兄，别来无恙吧？人家的功夫总是越练越好，你的功夫怎么越练越差？
恶人不怀好意。请主公以江山社稷为重，速速到天龙寺，请高僧到来。虚张声势，天龙寺远在大理，你请给我看看。丐帮前帮主也在这里，是镇南王请的帮手吗？我大理段氏自家的事，今天要在大宋境内了断。可笑啊，可笑！乔帮主，你不会插手吧？段正淳，每次见到你，你都跟风流俊俏的娘们在一起，你的艳福真是不浅呀。叶二娘，你也风流俊俏的很呐。哼，你个龟儿子，享福享的够多的了，儿子又不肯拜我为师，嘿，老子剪了你！你要趁人之危吗？疯子，我要命了吧？闪开！还呸！还高手呢！楚大哥，贤弟，你找我，我不会逃的。要和我单打独斗？不错，我的属下和家人和你我无关。这就得看我的心情了。楚兄弟，段正淳今日和你并肩抗敌，我死之后，和楚兄弟坟墓并列，无主臣之分。家人假意。阿紫，快走！
快走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真是好机会！我最担心一阳指和六脉神剑，这下正好看看他们的招数。你看，真功夫使出来了，将这根细铁棍使得像6、7、10斤的铁禅杖一样，真是造诣非浅啊！怎么要一起上啦？乔帮主，一定要管这些事儿吗？他们不单挑，咱们就一起上。嘿，奶奶的，这次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呀！你居然敢暗算老子！老子今天不会放过你的！北乔峰、蓝慕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们走。刚才扔我下河那招叫什么来着？就那招啊，叫做抛龟功。抛龟功。小子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！快过来！大哥，走吧。萧大侠，你先救了我女儿，现在你又救了她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谢你才好。我救他完全是出于私心，我不想他死在别人的手里，所以你根本用不着谢我。段王爷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请你如实回答。在多年前，你是不是干了一件有愧于心的大错事？虽然这件事未必出于你的本意，可是你让一个孩子一生孤苦，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不错，我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，每次想起都非常不安。只是大错已经铸成，再也难以挽回。我总是对不起人。你既然已经知道自己铸成了大错，坑害了别人，
为什么还要接二连三地干这些恶事呢？段某行止不端，德行有愧，荒唐的事实在干得太多了。他一向都是这样，我也从没怎么责怪他。今晚3更，我在那座青石桥上等你，希望阁下能够按时赴约。我一定准时到。大恩不敢言谢，乔帮主今日到来，我们不如喝上几杯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伤势如何？要不要调养几天？这点轻伤，不算什么。这样就好。咱们走吧。你的那些风流账，总算有人要跟你算了。这次又不知道是哪一个，请来这样的高手来收拾你。这我哪知道？阿星，是我害得我们的孩子孤苦伶仃。每次想起，我真是痛心。这些年，我太对不起你们母女了。现在阿紫终于找到了，可是她的姐姐在哪儿呢？嗯，我还有个姐姐呢。当年，我和你母亲无奈，将你们托给别人抚养。为了日后相认，我在你们2个肩头上都刺了一个段字。还给你们姐妹都戴上了一样的金锁，给你取名叫阿紫，你姐姐叫阿朱。啊，阿朱？那我姐姐阿朱现在在哪儿啊？还不知道。我欠你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。如果现在能让我们亲人团聚，就是让我现在去死，我都愿意。可千万别这么说。现在能找到阿紫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是啊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哎，那个什么，萧峰，他不是要找你算账吗？那个人，他武功那么高，他该不会真的来对付你吧？我哪会知道？萧大哥，我没有帮你买到酒，这没有卖酒的。没关系，等今天晚上我报了仇，咱们再痛痛快快的喝一场。阿朱，今天我终于找到了大仇人，为我高兴吗？高兴。等今天晚上杀了段正淳之后，咱们就去关外一块儿骑马打猎、牧牛放羊，再也不会关那一步了。我见到段正淳之前，我曾发誓要杀他全家。可是今天一见到他，他也是个很讲义气的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也就不为难他的家人了。萧大哥，你这一念之仁，多积阴德，必有后福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杀了多少人，还有什么阴德后福可讲啊？
珠，你怎么不高兴呢？是不是不愿意再见到我杀人了？萧大哥，既然你也认为段正淳是个很讲义气的人，你能不能不杀他？阿柱，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？萧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阿柱，你怎么浑身在发抖啊？我是冷，好冷啊！萧大哥，我还是想劝劝你，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打我骂我都可以。不要再劝了。如果一个杀你父母的人，一个杀你恩师的人就在你面前，你能溜之大吉吗？此仇不报，枉为做人。大哥，本来今晚我应该陪你一起去，可是现在……不用不用，阿珠，来，你呀，好好的睡上一觉，等一觉醒来，我已经取回段正淳的手机了。不，萧大哥，萧大哥，萧大哥，我不能陪你了，我多想陪着你，和你在一起，我真的不想离开你，你一个人孤独寂寞，我真的不想没有你。阿珠，我就离开一会儿，马上就回来。不是一会儿，我觉得会是很久很久。我离开了你，你会孤零零的，我也会孤零零的。你现在就带我去雁门关外，我们现在就去打猎放羊，好不好？阿珠，等我今天晚上报完了仇，咱们永远不会中原了，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王爷，姑娘来了。萧大哥让我来转告王爷，今夜约会取消。萧大哥有要事，要离开这里，吩咐我叮嘱王爷，要好好善待阮阿姨和阿紫姑娘。有劳姑娘了，请转告萧大侠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，段正淳随时听候差遣。
萧大侠约见在下，不知有何指教？段王爷，你真的不知道我约你来的原因吗？你是为当年雁门关那场血战，我当年被奸人欺骗，杀了你父母，实在是大错特错。那你为何又杀害我义父义母，害死我恩师玄苦大师呢？我想遮掩此事，谁知道越陷越深，最后竟到难以自拔的地步。你倒是条爽直的汉子，说吧，你是自己了断，还是由我来出手？今天若非萧大侠相救，段某早就命丧小径湖畔。萧大侠要取在下性命，尽管出手。我父母恩师的大仇不能不报。你杀我父母，杀我义父义母和我授业恩师，一共5条人命。我记你5掌，你受我5掌之后，不管你是死是活，此仇咱们一笔勾销。好，一命只还1掌，你太便宜我了。出手吧！安住！安住！安住！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你答应我，永远永远不要伤害自己。安住！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看我的左肩。爹娘将我送人时，在我身上刺的，一边流带，然后相认。今天，他们在那个阿紫姑娘的街头，发现了一个妓人，就
知道是他们的女儿。阿紫姑娘肩上刺着的，就是这个缎子，连金锁都跟我的一模一样。你是说，你也是他们的女儿？我假装骗你去买酒，其实我去了主屋，偷听我爹娘和阿紫妹妹说话，才知道的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害死你爹娘的人，竟然就是我爹。老天爷太残忍了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要知道他是你爹。我在小屋里劝过你，可我怎么能劝得了你不报大仇呢？你可以告诉他，让他逃走，不来赴约。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理段家是皇族，你杀了他们的镇南王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按住！按住！大哥，我求你一件事。你说吧，什么事我都答应你。我的亲妹妹阿紫，虽然我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，但她毕竟是我妹妹。大哥，我求你帮我照顾她，我怕她误入歧途。我答应你。大哥，我好了。等你好了，我把他找来，让你跟他团聚。等我好了，大哥，我们就去关隘骑马打猎，母鸟放羊。对，对，我们去关外牧牛放羊，咱们这就走。
你，我就能看得清。睁开眼睛，我触摸到光明，没有你，我宁愿长眠不醒。只要有你在我的视线里，我可以穿越于天地。阿朱，仰望着你，你告诉我，是无法自己吸进你呼出的气，这墓碑上我该怎么写？才能维持住我的生命。含羞以醉不成歌，纤手掩香罗。微花映烛，偷传深意，酒丝入横波。杏眸竹腰相伴，不知天地岁月也。大力断二，最后狂动。大力断二，杏目竹腰。阿朱，这是你爹写给你娘的。在你怀里成长，在你怀里死去，这就是我选择的宿命。不对，不对呀，不对呀！不对呀，这字迹完全不对啊！青儿，这就是那贱人的家。你是谁？姓阮的那个贱女人呢？尊驾是阮星珠什么人？我在问你呢，你是聋子还是哑巴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阮星竹是你？不错，我是阮星竹。二位是？哎，杀死阿朱的就是他。萧大侠，你已经杀死了我的女儿，你想做的，你不都已经做到了吗？你还在这干什么？我苦命的阿朱，阮夫人，我罪孽深重，求你杀了我吧。杀了你，就算杀了你，老天能让我的孩子活过来吗？不能了，不能了。萧大侠，你不是说我和阿朱的爹爹做错了一件事吗？这话不错，可是你要打抱不平，你应该去杀段二爷，你应该杀我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杀了我的孩子？什么于心有愧的事？你明明知道，还来问我。阿朱和阿紫都是我的孩子，当初段二爷不敢带回家去，所以我们只好送给别人了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罪过。我昨天问段正淳，他是否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他承认的就是这个。那还能是什么？那我后来问他，
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作恶？他为什么也承认了？萧大侠，段二爷生性风流，一向如此。他有了第一个女人，还想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甚至第四个。接二连三的荒唐，你把这荒唐叫作恶，他也只好认了。你管这种闲事干什么？错了，错了，全错了，全错了。这幅字也是段正淳写的。不是他，还是谁呢？睁开眼睛，我触摸到光明，没有你，我宁愿长眠不醒。只要有你在我的视线里，我可以穿越于天。有人设计陷害我，我误杀了阿朱。本应死在他身边的，可是我要去找那个人，先为阿朱报仇，再来和他团聚。等着我，阿朱。是谁陷害了你啊？我这就去找他。你这个狐狸精，害得我娘好苦！你说谁狐狸精？我打死你！你是修罗刀秦红棉吧？没错，是又怎么样？那位一定是令千金了，真漂亮，很像当年的秦妹妹。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阿紫，阿朱临终前曾托付我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段夫人，以后阿紫有什么事，只要有我萧峰在，尽管吩咐，我绝不推辞。如此真是太好了。阿紫啊，还不快过来谢谢萧大哥！我师父天下无敌，有谁敢来欺负我？萧大侠，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你还是先想想办法，把自己的仇报了，再来说大话吧。各位，在下就此别过了。这位姑娘，你用这么歹毒的暗器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如果遇到什么高人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哎，又说大话了吧？这暗器顶多打不中，还能吃什么亏啊？来，小米，
再陪我喝一杯。喝什么喝呀？我在这里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到今天才知道来看我，你真没良心。小敏，我虽然身在大理，但是我心里想的全都是你。我听说你嫁给马大元的时候，我真的3天3夜没吃饭呢。3天3夜，那不饿死你啊？我才不相信呢。小敏，我骗你干嘛？人家也想在你身边吗？我就知道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真讨厌，人家讨厌你的酒气。段郎，你这次来是不是因为知道我丈夫死了？我是来看看你，怕你悲伤过度。你呀，就会说好听的。我要是不想你，我又怎么会从大理赶过来呢？好吧，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安顿我呢？以后的事，还是以后再说。来，跟我亲热亲热，我想死你了。你还是不肯带我回大理？回大理做什么？那里又潮又热，你去了那儿会水土不服，你会生病的。哎呀，原来你又让我空欢喜一场。我当然不会让你空欢喜。段郎，你放下我，我要给你讲个故事。我们到床上说。不嘛，段郎，你好好听我说。好吧，好吧。段郎，你先坐下来喝一杯，听我慢慢的跟你说。好。来，干。小时候，我家里非常穷，我想穿新的花衣服，可是家里做不起。我老是想，要是哪天能让我穿上花衣服就好了。你小时候肯定很漂亮，就算是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，也一定很好看。你出身皇族，怎么知道我们穷人家的生活？那时候我每天都求我爹爹给我做新的花衣服。爹爹说，等到过年前，把家里的鸡和羊拿出去卖了，就给我做花衣服。可是腊月的一天晚上，来了一群狼，把我们家的羊和鸡都叼走了。那后来呢？我又哭又闹，不管爹爹怎么哄我，都没有用。要是当时我在，一定送你10套、20套。后来过年时，我看隔壁的姐姐，她穿了一件新的花衣服，于是我就溜进她家，把她的那件花衣服拿了出来。原来你不只会偷男人，你还会偷衣服。不，我才不偷衣服呢。我拿起剪子，把那件花衣服剪成了碎片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好了，以前的事别提了。我们睡觉去。来，
段郎，你再喝一杯，我就陪你睡觉。最后一杯。原来你想灌醉我。你的酒量就是再喝10杯也醉不了啊。小蜜，你太美了。那你来抱我。你来抱我好不好？小蜜，我喝醉了，我站不起来了。段郎，你来呀，来抱我啊！小蜜，我醉了，你过来。你没醉，你不会醉的。你不抱我，我就不过去。段郎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小蜜，你是不是有仇家来寻仇？这酒里面有药。是吗？不会的，我也喝了呀，我怎么没事啊？我根本没法用功。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到这个时候，我怎么会跟你开玩笑？段郎，刚才我给你倒酒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一包毒药掉进了酒壶，你别怪我好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没什么。他这样做，可能是想让我带他回大理。不过这手段太狠了。你愿不愿娶我，段郎？好了，我投降了。你跟我一起回大理，我娶你为镇南王侧妃。以前我就问你，可你总是不答应。现在你终于答应了，恐怕也不是真心的。小蜜，我是真心的。来，让我亲亲。我过来。段郎，我第一次给你的时候，我跟你说的那些话，啊，你现在还记得吗？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你对不起我，我会把你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咬下来。你当初那么对我，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。段郎，我太爱你了。
小梅，就算你咬死我，我也会在你身边。为什么？你没听说过，妻子谋害丈夫，死了的丈夫总是缠在她身边，以防第二个男人跟她好。可你又不是我丈夫，你别吓唬我了。哎，你背后是谁啊？我背后哪有什么人？胡说！马帮主，你回来了！你骗人！你骗人！段郎，今天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就别吓我了。我就看在咱们往日的情分上，我就给你一刀，让你死个痛快。好，你来。段郎，你还是喜欢来硬的。小梅，你要杀了我，丐帮的人给你一个谋杀亲夫的罪名，谁还来帮你呢？谁说是我杀了我丈夫？那天你故意骗阿朱，就是要利用乔峰来杀我，对吗？乔峰那家伙真没用，居然没把你给杀了，还是让你给逃了出来。阿朱讲完白世镜，连我都分不出来，康敏是怎么识破他的？这里一定有问题。段郎啊，我太爱你了，我再咬你一口。你尽管来吧。小敏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还没把他杀了？他的功夫没事，他还点了我的穴道，你小心。小敏，那姓段的服了10香迷魂散，他怎么会有功夫呢？小敏，好些了吗？我手脚发软，动不了。师姐，你快杀了他，带我走！我再也不想待在这儿了。阁下是？啊！你怎么会锁喉擒拿手？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了？不要！马大人兄弟，你就饶了我吧，都是那个贱女人逼我干的。你害怕什么？白世镜，没用的东西！
是我杀了你，你要怎么样？马大元，你活在世上是个脓包，死了也没用，老娘可不怕你。大元兄弟，饶命啊！你老婆偷看了望主的衣领，知道你不会揭露萧峰的，所以他才让我害你，都是他指使我干的。白世镜，马大元没死吗？可是我亲眼看见你杀了他呀！世镜，你怎么了？红棉、星竹，你们都来了。你打他干什么？那你打他干嘛？你疼吗，段郎？段郎，你没事吧？要是你们都亲我一下，我就没事了。到现在你还贫嘴。段郎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那个贱女人真是太狠毒了。段郎，你忍着点儿，我给你敷药止痛啊。你要干什么？前辈请了步。北乔峰威震江湖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，你还是回去看看吧。回去看什么？乔峰，你来了，你快来救救我！你这个贱人，杀死了大元兄弟，还来加害于我，你怎么会成这个样子？我怎么会加害你呢？我一直是仰慕你的。你昨夜说的那些话，我都听见了。好吧，那你杀了我吧。杀你？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。乔峰，求求你杀了我！阿紫那个小贱人，她挑断了我全身的经脉，我现在是废人了。她把我划伤，往我伤口上倒蜂蜜，让蚂蚁来咬我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乔峰，我今天落得这个下场，都是你害的。我害你？说反了吧？哼，乔峰，你还记得当年你升任帮主的那天吗？我这么漂亮，天下有多少人仰慕我？
为什么你却对我视而不见？你漂亮不漂亮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比你再漂亮的女人，我也不会多看一眼的。什么？比我还漂亮的女人？你说是谁？在我心里，只有阿朱一个女人。一个小丫头，你居然喜欢她？她根本配不上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淫妇，怎么能够跟我的阿朱相提并论呢？啊！我求求你，别杀我！你自己等着死吧！乔峰，就是恨你当年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才叫马大元揭你的老底。可是马大元他说什么都不肯，所以我才叫白世进杀了他。就是因为我没有正眼看你，你就杀了大元兄弟。那一天，我在马大元的铁箱中发现了汪帮主的遗书，知道了你的身世。原来你是契丹人。我要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，让你身败名裂，就像我小时候撕碎的那件花衣服。大元兄弟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是的，谁让他为了你，连我的话都不听？你这个淫妇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连执法长老白世进，竟然也和你。他算什么执法长老？哼，一个老色鬼！世进啊，你到底答不答应我啊？恐怕很难。我看就算了吧。你真的不肯吗？好，我去告诉马大元，白世进和他老婆有私情，看你还怎么在丐帮待下去。要不，你可以把我杀了，来个死无对证。哎呀，我怎么舍得杀你呀？我呀，疼还疼不过来呢啊！那，你就是答应了。白世进为了让人们误会是慕容复下的手，所以他用的是锁喉手。他也是个没用的家伙。杀了马大元之后，他宁肯自杀也不去揭发你，所以我只能去找全冠清。全冠清？没错。哼，你没想到，我只跟他睡了3个晚上，他就答应帮我揭穿你的身世。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要我吗？要。别急嘛，有件事情你得答应我。什么事？什么事我都愿意答应你。你说这话可别后悔啊！到底什么事？你快说呀！我告诉你，乔峰不是汉人，他是个契丹人。什么？我说乔峰是契丹人呐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看了马大元的一封遗书。这么说，马大元就是因为这个被杀死的。这个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按我说的做。你要我怎么办？
你去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。可乔峰是帮主啊！你答应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去告诉大家，你强奸我，你强奸我。哎呦，我当然没那么狠心的，所以只要你答应我，我以后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你。那你是怎么识破阿朱假扮的白世静的？因为我和白世静约有暗语，他假扮白世静，我一开始也没看出来。可是当我反反复复提我们的暗语时，他居然怎么也不接，我就知道，那一定不是真的白世静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看来我非杀你不可了。等等，其实我这么做，都是那个带头大哥让我干的。你不想知道谁是带头大哥吗？带头大哥？你说他是谁？好啊，你要是肯把我抱在怀里，我就告诉你。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疼爱女人。快说，带头大哥是谁？你要是早这么抱着我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你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急什么呀？我是快死的人了，你就让我在你怀里多躺一会儿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呢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也难怪哦。你长得那么漂亮，哪个男人看见你都会喜欢上你的。你，当然了。既然你长得那么漂亮，那我这儿有一样好东西，就一定要给你看看喽。你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我怎么这样啊？这是谁呀？你坏了我的大事，是吗？那你对得起我姐姐吗？
别胡说八道！他正要告诉我的仇人是谁。我怎么知道啊？再说了，他是被他自己吓死的。来，给我。大英雄，这个好玩，让我来吧。阿紫，从今往后叫我萧峰，我姓萧，不是什么大英雄。萧大哥，乔大哥，好，我记住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谢谢姐夫。姐夫？对啊，你就是我姐夫，怎么了？好了，你该去找你的父母了。我才不去呢！我爹那些手下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让我讨厌，我让我爹杀了他们，我爹不乐意，他一点都不疼我。你不喜欢的人就要把人家杀掉，你也太蛮不讲理了吧？姐夫，你怎么也说我？好了，不说了，要不然你就回到你师傅身边去吧。师傅，那我就更不能回去了。你又怎么了？不要那么任性好不好？不，我不是任性啊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拿了我师傅的武功秘籍。我要是现在回去的话，他一定会把我杀了的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本来是要去报仇的，可是现在我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，看来这仇是没法报了。那不是太好了？你可以陪我玩了。都是因为你刚才坏了我的大事。好，就算是我坏了你的大事，那么坏的女人本来就该死嘛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要打我？好，你打吧，反正我姐姐是被你打死的，大不了我们姐妹俩都被你打死算了。好了，你快走吧。姐夫，你也跟他们一样，也把我当成累赘了。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干嘛？哎呀，你别胡闹了好不好？我不管，我就要跟着你，要不我就死给你看。既然你执意要死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你！哎，来了！姑娘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哎，你呀，把这碗酒送给那边那位爷。哎呀，姑娘，这酒还能喝吗？我让你送你就送，听见没有？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你是嫌我手脏是吧？好吧，如果你喝一口酒，我就给你1两银子。哎，姑娘，我没听错吧？1两银子1口酒。姑娘，别说是你洗过手的，就是您洗过脚的洗脚水，我也喝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怎么了？啊！我看看，啊！你舌头怎么了？啊！这舌头怎么是这样啊？哎呀，快去抢功啊！是啊！快起来呀！快起来呀！你要说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！告诉我呀！你说话呀！哦，
你是想让我给你治舌头？这人不人鬼不事可怎么办？那你可不要怕疼啊！我们刚才可是说好的，你喝一口酒，我给你1两银子。你刚才把酒全都吐了，你要喝完这1碗酒，这2两银子才给你的。我不要，不要，因为我不喝。真的不要了？不要。那你说我现在有没有本事把你的舌头给割下来？我说。把这碗酒给那边那位爷送去。不敢。去不去？要不我把你的舌头全都割下来。